Dia malkusira idane maka haunia bilhete husi Singapura ba China. Horas nenda hau iha aeroporto Singapura ninian hinga la viagem atu ba China horas sai se Singapura lorai seto iha China 11 horas kalambo. Horas na hinga la tu ba idane maka avião SQ806 nema viagem atu ba sa avião ninian. Malkusira idane estudante China idane vai ao sobre Singapura nia conhece então kono ba Timor Leste. Idane mapa karute avião nian semos Singapura ba China. Hannes en beben ite avião larang ite serona instrução insa viagem assegura te mi viagem de liu. Put the back of your seat upright. Ita rona aeromoça sira halo explicação baita. Quando va insa regra sa avião nian, sa irma kita precisa halo nisa ba segurança nian que se sinto almeti. Avião semo no dauk. No horas nenda avião que na lorleteng. Baita hate ke do kona tumbarai. Ini maka mapa karute yadang klarang.
现在出了1.25这个大高水。咱先回家也近。完了我给朋友送回家，回去我开车回去吧，不着急，一路一边儿，咱这个挺逗。因为它所有的到达都是提前半个小时左右。前面有人说了要5点45接的，我6点我要关注一下这个。他5点45接，6点45到，1个小时。还提前，咱今天早上是几点出来的？7点。今天早上7点半吧。你让记者来的车啊。今天打那个7点半出来的。不到7点半。不到7点半也差不多，反正20左右吧。挺快的，反正我觉得我所有人都挺快的，没有说等的特别累的。也应该今晚上关车，是吧？别老看怎么了。对，今天一会儿咱俩完事儿，把车换了就完了。对，明天早上也不会给他加活了。不过38回来了，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呢，不知道谁开走的。反正38有钱就可以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下午出来4点多钟从单位出来，单位1辆车没来，全是他们开走的。我出来的时候，单位的同事还问我，干活去干嘛去？他们能干嘛去？他们能干嘛？没想接这车出来。同事跟李叔在一块儿干，他说李彤发了一个狗图，我说啥？他干路上堵死，你是不是飙个120往上哐哐哐超车？去哪儿了？大兴吧。哦。因为我们的评价一般都是就是觉得，相对而言是李叔开车是最慢的，把力了。那谁开车是超的最猛的是于师傅，2个板2不动，完全堵死。他们堵哪儿了？堵2环，堵3环。我也不知道他堵哪儿。肯定是堵李叔家门口了。哎呀，那边堵车多，是。看看谁开着38，那个车门儿不知道谁开的。没人开38。我看他妈出来的时候，反正单位也没有。38回去了，谢文那趟是38，那38回去了。啊，谢文那趟是38。 4点一刻是38。你说人家老文儿姐把38开出去，文儿姐不会开车。而且看搁哪儿？搁京东饭店边上。咱婚才都走，刚把我们家那边不是这小区挺里头收钱。我说你当然了，我说你会办证儿，他俩那你们停不收钱？我说我们交停车费呢。
是吧？不是我业主啊，我说你不是业主你就停不进来呀。他说不是业主还收我钱，我说收你多少钱？他说也不多，收1块钱。操！我是怎么的？那是不错。他是哪儿的人？内蒙。内蒙有钱，家里边也卖个10头牛够了。他家他公公好像就是哪个使馆领事。资本论都，我们说补全那个个人信息要是父母退休了要写到退休前的单位，哎，我爸打电话喂，然后爸啥？问你哪单位的来着？可以的，有辆车有套房，这就不愁找不着。找媳妇标配车房都有。那他户口带过来吗？好像也能带过，我也不知道。这搁在前几年在外头这儿没准能过来，现在有点悬。咱们那可使了花钱，咱们特喜欢那个马德里，看那个什么那个冲锋赛的那个，昨天不是去了那啥，我知道他喜欢这东西，但我没有想到就是整个玻璃柜全是，他一套基本上就1000。我以前收拾东西搬家，我怎么变成宝贝啊？ So the quality is the same as mobile phone or the quality the resolution? It's alright.